赤荒战神，纵然你能带领3万赤荒军打破北莽，斗过30万联军，又能如何？终究打不过我们。若非战神殿叛徒泄露赤荒军行军计划，凭尔等宵小，又岂能困住我月赤皇？哈哈哈哈！天佑我西方，若不是战神殿出叛徒，如今我阿瑞斯也会成为你枪下亡魂。袁世华，赤荒军遭到了背叛，想必你的心中也有很大的怨气吧？倒不如加入我岛国，我们长驱直入，彻底让大夏臣服，如何？今日怕我只剩一滴血，尔等也休想踏入大夏一步！赤皇军，杀！果然，3年之期未到，还是突破不了至尊国位。轩辕至尊乃天地唯一，非但可以掌控轩辕剑，天下无敌，他将成为战神殿殿主，权倾天下。云云，成就至尊之后，希望你莫忘初心，精忠报国。儿子，你虽是天选之子，但也要闭关3年，方能突破至尊果位，万不可半途而废。妈，有我爸看着我，你还不放心啊？你呀，尽情去抗击北莽跟岛国，等我成就至尊，一定奔赴北疆，建功立业，守护大夏。不配是我月氏皇的儿子，守卫大夏的重任以后就交给你了。爸妈说的果然没错，突破至尊果位就能掌控轩辕剑，天下无敌。这战神殿主终于轮到我来做了。少主突破至尊果位了。魏伯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妈呢？从北疆回来了吗？赤荒战神，他怎么了？赤荒战神他战死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妈是大夏的赤荒战神，怎么可能死？我爸呢？我亲自问他。叶帅在这守了3天3夜，吐血而亡。这不可能！战神殿没有一个人管吗？战神殿说叶帅他们叛国投敌，怎么可能管他们？我一心突破，想守护大夏，可他们对我母亲、父亲如此可待无惜。妈，这就是你们一心想守护的大夏。小北来了，来，这是给你妹妹小南的炒饭。谢谢叶哥哥。叶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教我习武啊？习武我不会，炒饭就这样。骗人！爷爷说了，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那你学武准备干什么呀？我要参加明日的轩辕大典，听说第1名可以得到拔剑资格，若能拔出轩辕剑，就可以成为战神殿殿主，保卫大夏。保卫大夏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我要成为像赤皇战神那样的大英雄。叶哥哥，你就教我吧。岳世皇投敌叛国，就他还大英雄？狗屁！你胡说！哥，咱别搭理他。小南来了，不把外卖怎么样？还好啦。哎，慢着，叶哥哥，我现在没钱，待会我再把卖娃娃的钱给你好不好？小丫头，跟我提钱。但你正在长身体，哥哥给你加个带。来，谢谢叶哥哥。慢点吃。吃炒饭。不长眼的东西，装本少。原来是赤皇军的狗杂种，想吃炒饭？来啊！来呀！哎，你这人怎么欺负小女孩呢？欺负他，我还打死他呢！看到他胸前的徽章了吗？他是赤皇军的后代，连狗都不如的渣子。赤皇军不是叛贼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赤皇军投敌叛国，人尽皆知，怎么冤枉了？原来是反贼的后代，别打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妈，看看你们拼尽全力守护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打他！既然是众望所归，那本少就好好教训教训。住手！
这不是战神殿9星战将、大夏第一美女苏清玄吗？清玄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秦之豪，为什么打人？这死丫头是赤黄叛贼之后，刚才故意撞我，想要碰瓷儿我当然就死她了。胡说，我没有碰瓷。还敢顶嘴？叛贼余孽没一个好东西啊！算了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，都散了吧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算你走运，赶紧给我滚！我要找我爷爷帮我报仇。哎，清玄，你等等我啊！哎，清玄，你不忙着主持明日的轩辕大典吗？你不忙着大典来这儿干什么？嗨，真是晦气啊！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赤黄的狗杂种啊！谢凌云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有半点习武之人的血性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只是一个摆摊的，二位要是吃饭，请排队；如果不吃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吃饭，谢凌云，我和你退婚。退婚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爷爷，就是他污蔑我碰瓷，还说我是叛贼之后。苏小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我说你个老东西，你耳朵聋了？清玄说要退婚，听清了吗？苏小姐，你知道退婚对少主意味着什么？你若退婚，少主颜面无存呐！狗屁少主，这摆摊的要什么颜面？苏小姐，当年若不是赤黄战神教你习武，你怎么可能成为9星战将？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？教导之恩莫齿难忘，婚姻盟誓也该遵守。但赤黄军投敌叛国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我苏清玄可以忍受一个一无是处的丈夫，但绝对不允许我的丈夫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叛贼之后。你再胡说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小北，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看你是没办法再狡辩了。谢凌云，你母亲罪孽滔天，如今敌国寇边，你若还有一点羞耻之心的话，就应该振作起来为他赎罪，而不是荒废武学，在这自怜自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今天不是你退婚，而是我休你。放肆！叶凌云，清玄可是战神殿9星战将，明日还有可能拔出轩辕剑，成为轩辕至尊。你们的身份有龙蛇之别，你有什么资格修他？别再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丢人现眼了。就是，轩辕至尊自古以来便只有一位，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。为了不退婚，这人连脸都不要了。叶凌云，明天轩辕大典上，你可以尝试拔出轩辕剑，成为轩辕至尊，保卫大夏。到时候，我苏清玄愿意为你当牛做马。但你想要用这种手段拖延时间，最后丢人现眼的，只会是你。哎，西玄，轩辕剑可是有灵气的，怎么会认这种叛国贼之后呢？正因为轩辕剑有灵，断不可能认同一个不得人心之人。叶凌云，你要真觉得赤黄战神是冤枉的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啊，清玄，等等我！哎，小子，给我等着！啊，清玄，回去吧，山那边。少主，你已成就轩辕至尊，拔出轩辕剑，保卫大夏，轻而易举。赤黄战神死的冤屈，3万赤黄军死的冤屈，你明明可以。对不？我一个叛贼之后，有什么资格守护大夏？轩辕大典回首，将继任战神殿殿主，并获得拔剑资格。拔出轩辕剑，将成为轩辕至尊，保卫大夏。而我苏清玄也将心甘情愿嫁给他。今日非但能够名利双收，还能迎娶大夏第一美女。我来试上一试，谁敢与我一战？从哪冒出来个小宗师？爷爷，小宗师是什么啊？武道境界分为先天和后天，先天圆满者为小宗师，小宗师分为9重，圆满者为大宗师，也就是战神。那战神之上呢？战神之上，那是独一无二的轩辕至尊。轩辕至尊，天下无敌呀！那叶哥哥岂不就是轩辕至尊？就他要是轩辕至尊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喂，轩辕至尊，你不是不想和清玄退婚吗？赶紧上去把这个小宗师打败下来啊！少主终究是过不去心中那道坎儿啊！李某自海外学艺多年，现如今
已是小宗师之境。诸位，若是没有那个实力的话，就不要自讨苦吃了。自从赤黄军投敌叛国之后，大夏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小宗师，或许可以将此人纳入战神殿。让我宫本剑人来试上一试。宫本剑人好像是岛国人。倭狗没有资格参加轩辕大典，滚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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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轩辕圣殿乃我大夏第一盛世，你一个岛国人有什么资格参加？可是我刚才明明听你亲口说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你的九星战将，难道还要食言不成？还是说，自从赤黄军投敌叛国，大夏已经成了丧家之犬，没有人敢应战吗？拓荒大夏人才济济，赤红军乃一介叛贼，怎配为大夏脊梁？更何况我们今天有小宗师坐镇，岂会怕你这倭狗？什么小宗师？你可以问问你的小宗师，他敢与我一战吗？师傅恕罪，徒儿怎敢与您交手？怎么可能？李虎竟然是宫本剑人的徒弟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没有想到我的一名弟子就可以横压大夏。原来轩辕剑非我莫属，只要拔出轩辕剑，大夏战神殿将唯我独尊。只是不知道大夏的那些子民知道战神殿殿主是我岛国人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有趣，太有趣了！可恶！若不是赤黄军投敌叛国，何时轮到这条倭狗来我大夏狂吠？赤黄军，大夏的罪人！叶凌云，轩辕剑有半点损失，我定会让你这些叛军之后付出血的代价。宫本剑人，轩辕剑乃我大夏第一圣物，岂容你这倭贼玷污！想让轩辕剑进过我这关？如果是赤黄军的话，我还感点兴趣。你算了吧。赤黄军投敌叛国，根本没资格上台。宫本剑人，你要是怕，就趁早给我滚下去！我确实怕，我是怕把你这张倾国倾城的脸蛋儿给打花了，这样就没法给我暖床了。倭狗受死！倭狗，有本事你别躲！好，不躲就不躲。花拳绣腿，大夏的九星战将，这点本事吗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杨丫头，我看你还是安心做大夏第一美女吧。舞刀弄枪的伤了你的脸蛋，我会心疼的。师傅，无需担忧，等我们征服了大夏，大夏的女人还不是任我们一举一求？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可恶，竟然敢羞辱我大夏，堂堂九星战将！难道我大夏真的没人能打得过这条倭狗吗？叶凌云，赤黄军投敌叛国，罪孽深重，现在正是给你赎罪的机会。没错，赤黄余烈本就该死，为国捐躯是你的荣幸。秦少能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应该感谢秦少才对。你有本事你上。本少今日肚子疼，若非如此，本少早就上去杀了倭狗。都闭嘴！赤黄军不是叛贼。小北，不用理。怒而不争，毫无血性。叶凌云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。哎呀，赤黄军本就是贪生怕死的垃圾，否则怎会投敌？他不敢上台，倒也不算是出乎意料啊。只要能让宫本杀了叶凌云，清玄就能和我在一起。上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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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就至尊之后，希望你莫忘初心，精忠报国。混账！区区倭狗
还需少主动手。老夫来。爷爷，您年纪太大了，还是不要去了吧。倭狗猖狂，辱我大夏，身为大夏子民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这把老骨头骂他岛国赏樱花，看来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杀倭狗的威风也不枉此生。魏伯，恐怕今日实力不俗，您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战将大人无需担忧，老头子我今日跟少主学了一些拳脚功夫，有一些突破，对付倭狗绰绰有余。谢凌云教的，看来不过是魏伯为了给他挽回颜面的说辞罢了。叶凌云只不过是个摆摊的废物，他能叫你什么？恢复之术吗？就是啊，这个废物还真是误人子弟。你们若是有本事杀了宫本，现在就登台；若是不能，就给我闭嘴！这老东西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。那你们这种人啊，就算一辈子戳着你们脊梁，你也得受着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以为自己随便指导两下的人能够打败宫本剑人这样的高手，真是笑话。自从赤皇军投敌叛国，大夏果然是气数已尽，竟然派一个黄土埋到脖子的老家伙登台。哼，我为不可辱，宣言不可出。我魏13虽老，保家卫国，寸步不让。夏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送你上路。这老头竟然这么厉害！这老头说跟叶凌云学过武，这叶凌云真有那回事。爷爷好吧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怎么可能？混蛋！别胡！胆敢上台，我让你死！嘿，就这两下子还来大夏撒野？哼！耶！倭狗，服不服？岛国武士，绝不服输！爷爷小心！乌贼居然偷袭，有人信也！啊！明明是这个老家伙，老眼昏花，反应不过来，叫什么偷袭？无耻！好，既然说无耻，那就让这把得到岛国国运加持的铁黄剑来证明我宫本剑人的实力吧。惊起一句，魏国受袭内伤，恐怕不是对手。那爷爷岂不是有危险？不行，我要保护爷爷。胜男，小心！胜男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妹妹，放心，没有打。小南，你干什么？叶哥哥，爷爷说过，战神殿固然有坏人，但更多的是好人。爷爷守护大夏，他是好人，我要保护他，不然我过不去心里的坎儿。不愧是我的好孙女，少主，我们心中的正义，不要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你就放弃。少主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，总有人站在你身边，而你要保护的是那些真正的赤皇军的好人呐。我竟然还没有2个孩子，还有一个老爷子活得通透。母亲，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保护，笑，就你们也配？别忘了，给你们背后一刀的人是岳赤皇，连对个倭贼都手下留情，看来你们还真是蛇鼠一窝。原来是赤皇军，刚好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。老家伙，看看这是谁？赤皇战神的骨灰还给我！你想要我就给不给你？今天我就当着你这个赤皇军老祖的面，将岳赤皇挫骨扬灰。不愧是我岳赤皇的儿子，守卫大夏的重任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宫本贱人，你找死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
进来。轩辕剑，是轩辕剑！我们大夏有救了，大夏有救了！爷爷说的没错，叶哥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叶哥哥杀了这只倭狗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能调动轩辕剑！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摊贩不可能调动轩辕剑！少主您，魏国，你先下去吧。好，这人掌控轩辕剑，你弟到底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叶灵宇，你不过是碰巧遇到轩辕剑展露神威罢了，你当真以为你可以杀得了我？杀不杀得掉，试试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亲手送你去见月赤皇。怎么可能？这叛贼之后竟然能一剑击飞，夺火剑人！叶凌云，赶紧杀了这倭狗！太好了，叶凌云，杀了他！只要杀了他，你就能为赤皇军赎罪了。哥，叶哥哥好厉害！不愧是轩辕至尊，战神大人，您在天有灵，看到了吗？少主在为国而战，为大夏杀贼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叶凌云，这些人一个一个叛贼之后，为了守护他们而杀我，值得？值不值得，不需要你来说，我只求问心无愧。好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天皇监狱！好强大的气势！这天皇剑雨到底什么招数，竟然如此厉害？在领域内，力量、速度都将翻倍。我的功力现在可以开天，叶凌云，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了。轩辕剑下，进阶蝼蚁，天皇剑狱不例外。小北啊，你不是想习武吗？这一剑可看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剑会很帅。即使身处无边黑暗，我也能一剑开天，电斩苍穹。这一剑只为赤皇。这怎么可能？打得好，打得好！你这只倭狗还天皇监狱，我大夏随便派一个人出来都能捏死你。叶哥哥，你这一剑真的很帅，太好了！没想到叶凌云竟然能调动轩辕剑，可恶，这怎么可能？叶凌云，你不要以为击败了我就可以挽救大夏。新犯的亚瑟王已经到达大夏，他将参加你们的国运之战，他会带着他的骑士团彻底踏平大夏。你呀，还是想想自己用什么姿势死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少主终于出手了，终于可以为赤皇军洗刷冤屈了。赤皇军投敌叛国乃是铁定的事实，你们休想档案！叶凌云，赶紧把轩辕剑给我放下！就是，叛贼之后有什么资格当轩辕剑？有眼无珠的狗东西！倭狗猖狂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？倭贼侮辱大夏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？少主凭借一己之力斩杀倭贼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？如今少主好不容易愿意守护大夏，你们却咬着一个身份不放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这天下还有没有真理？我闭嘴！分明是轩辕剑有灵，不忍看到大夏子民生灵涂炭，所以才借叶凌云之手杀了这倭狗。这臭摊子只不过是捡了一个大便宜。就是。难道真的是这样？你这个臭摆摊的，休想窃取至尊之位！赶紧把轩辕剑给我放下！是啊，这赤皇余孽怎么能当战神殿殿主？
和轩辕至尊呐，不妥，不妥呀！这你们当真要让我放下这轩辕剑？少主，不能放弃轩辕剑，不能啊！叶凌云，赶紧把轩辕剑给我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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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这些人，真的不值。我真是太天真了。轩辕剑我可以还给你们，但是大夏若再有难，我绝不出手。轩辕剑的龙魂竟然进入到了我的身体。秦玄，别理这群叛贼之后，依我之见，拔剑仪式应该重新举行。谁能拔出轩辕剑，谁能成为战神殿殿主和轩辕至尊。本少先来。既然能够催动轩辕剑，竟然把轩辕剑拔出来。秦之豪居然能得到轩辕剑的认可，这怎么可能？少主，这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叶哥哥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了龙魂的轩辕剑只是一具空壳，和普通宝剑没什么区别。秦志豪能拔出来，也并不奇怪。依照大典，拔出轩辕剑者将成为轩辕至尊，尔等还不跪下？战神殿9星战将苏清玄参见至尊。参见至尊。好，很好。至尊，按照大典章程，需先成为战神殿殿主才能拔剑。既然你已拔出轩辕剑，将自动继任战神殿殿主，请至尊即刻登位。登位仪式自然要举行，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不知至尊想要做何事？当然是审判这些叛贼之后。叶凌云，尔等身为叛贼之后，不思悔改赎罪就罢了，今日还敢到大典上来捣乱，简直是罪不容诛。秦志豪，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？本尊身为战神殿主，权倾天下，手握轩辕，举世无双，如何审你不得？你这个拉底敢自称无敌，简直可笑！放肆！叶凌云，还不给至尊跪地道歉，让我滚蛋！苏清玄，他如此羞辱本至尊，难道你想就这么放他离开？清玄不敢。叶凌云，本想救你一命，但秦之豪咄咄逼人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不让我走，难道你要杀了我不成？本尊手握轩辕，举世无双，杀了你又如何？你呀，还是想想怎么解决亚瑟王再说吧。之前宫本剑人说过，亚瑟王会提前来参加国运大比，难不成是真的？亚瑟王算什么东西？本尊身为轩辕至尊，岂会怕他不成？今日他若不来就罢了，他若来，本尊必让他俯首跪地，人头落地。亚瑟王果然来了。我王者之剑的主人，永恒之王亚瑟，前来挑战大夏轩辕至尊。这洋鬼子果然是来找事的，怕什么？至尊肯定能打败洋鬼子。叶哥哥，这就是亚瑟王吗？他好高大，他一定很厉害。哼，这里也没有叶哥哥厉害。他的实力当然不能跟少主比，但也不容小觑。他曾带领圆桌骑士团，在短短的3年之内就统一了西方。那王者之剑，传说就是精灵国度的铸剑大师打造而成，它是足以和轩辕剑媲美的存在。亚瑟王，今日是本尊登临战神殿主的好日子，不宜约战，咱们改日再约。没想到大夏的轩辕至尊竟如此懦弱，如你这般，如何代表大夏参加国运大比？国运大比是什么？为了减少战乱，东方诸国以城池为筹码，每10年举行一场比赛，输掉的国家会割让城池和土地，这就是国运大比。果然是冲着国运大比来的。轩辕至尊，你若是怕了，就跪地认输，我自会找大夏索要10座城池。放肆！至尊手握轩辕剑，岂会怕你？请至尊斩杀蛮夷！请求至尊斩杀蛮夷！这场有轩辕剑在身，怕你个洋鬼子干什么？好，既然这洋鬼子如此不识趣，那本尊今日就将其斩杀，以正国威。
好！秦志豪，现在轩辕剑已经是一把普通的宝剑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我闭嘴！你个臭摆摊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本尊指手画脚？难不成你比我还了解轩辕剑？亚瑟王为好受死吗？弱弱的下等人，你的勇气在王者之剑下将会不堪一击。找死！奇怪，刚才那种剑气怎么没了？你是小丑吗？爸，让我直接活劈了你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大夏的劣等人，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轩辕剑，这就是你们的轩辕至尊，简直就是笑话！轩辕至尊既然不是亚瑟王的对手，我们大夏就没有人能打败这个洋鬼子吗？若非月赤皇投敌叛国，削弱了大夏国运，今日岂会失败？叶凌云，今日的一切是你母亲月赤皇造成的。就是，要不是月赤皇投敌叛国，这些藩邦蛮夷怎敢一再挑衅我大夏？月赤皇是叛贼，你叶凌云更是十恶不赦的罪人！无稽之谈！秦志豪，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掩盖你没实力的事实吗？本尊不行，本尊不行，难道你行吗？别忘了，你是个卖炒饭的。叶凌云，你若真这么有实力，就应该登台击败亚瑟王，何必再阴阳怪气呢？击败我先送你下地狱，差不多。你之辈，滚！刚才我看到了什么？好像是一条龙啊！叶凌云，你居然弹手之间击碎了亚瑟王的剑气！怎么可能？他不过是一个赤皇余孽。赤皇军不是叛贼，不愧是少主啊！没想到大夏竟然还有如此高手，何敢与我一战？没兴趣。混账！叶凌云，你身为赤皇余孽，有什么资格拒绝？尊现在命令你上台迎敌。叶凌云，如今是大夏危急存亡之秋，你身为大夏子民，不应该守护大夏吗？就是能为赤皇军赔罪，是你这个叛贼之后的荣幸。既然我是叛贼之后，我有什么资格守护大夏？少主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但是不能意气用事啊！叶哥哥，我们说过要守护大夏的。魏博，无需多言。少主，难道你真的要看到大夏被蛮夷践踏，大夏子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吗？魏博，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，不会再出手。叶凌云，你找什么理由？不就是看到轩辕剑破碎了，所以不敢上台吗？叶凌云，你就是个懦夫！大夏果然都是劣等，空有一身功夫，竟然不敢登台。蛮夷休要猖狂，老夫来会你。魏博。没想到这赤皇叛贼还有点血性，比那个叶凌云强多了。这老头能打得过宫本剑人，但不见得能打得过亚瑟王呀。赤皇余孽，死的越多越好。叶凌云，你连一个老人家都不如。大夏果真是气数已尽，竟然派你这种老家伙应战。老头子，我虽然老，也要为我大夏洒下这一腔热血。少废话，看掌！呀！你的速度太慢了。大夏人还真是不堪一击，听他们说你是赤皇军，难道赤皇军都是你这种垃圾货色吗？你也配侮辱赤皇军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爷爷，叶哥哥，求求你救救爷爷！就凭你这种实力，还想守护大夏，简直可笑！还是请你们口中的少主登台吧，我愿意斩下他的头颅，彻底破灭你们守护大夏的希望。魏博大人召清溪！叶哥哥，爷爷这会死的，你救救他，我求求你了！清溪人少，见识已成，救不了了。魏博，为什么？少主，老头子我从军几10年，未能像袍泽一样战死沙场。
实属遗憾。但今日能为大夏战死，也算了了一个心愿。为了他们，值得吗？少主，我这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，也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赤荒战神说，乾坤是靠拳头打出来的，疆土是靠马踏出来的。身在泥潭中，怎能独善其身？若不奋力挣扎，又怎么能够挣脱出来？怕我只剩一滴血，尔等也休想踏入大夏一步！赤荒君，杀！世人以为赤荒叛国，冤屈难洗，而你是赤荒军唯一的希望。我为13，愿以性命去一剑，请少主重掌轩辕。好强大的力量！魏伯，魏伯，魏伯，你怎么样？魏伯，魏伯，爷爷，少主，赤荒军精忠报国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大夏儿女，绝不会偷敌叛国。少主一定要为他们洗刷冤屈。魏伯，少主勿忘精忠报国。我答应，答应。少主，赤荒军。赤荒叛贼死有余辜，你敢喊冤？这一件还想那么一回事，我认可了。只是可惜他已经死了，大夏注定要被我的骑士团征服。如今这老头也死了，大夏无望了呀！大夏传承千年，难道要毁在我们手里？魏伯，难道大夏真的要被征服了吗？亚瑟王，今日让你血债血偿！小子，你不会是想拿着国产与我决斗吧？看来大夏还真是穷途末路了。他娘的，拿国产上台，我大夏颜面何存啊！叶凌云，用我的剑对付这人，国产足矣。叶凌云，你疯了！亚瑟王拿的可是王者之剑，锋刃无比，你拿个破国产，怎么和他决斗啊？我这国产也未尝不利。赤荒余孽，看你是想让大夏颜面尽失，国土沦丧也就罢了，你竟然还想让大夏颜面尽失！叛贼之后，其心可诛啊！叶凌云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这么做，除了让大夏丢尽颜面，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要跟你退婚，根本不会做我苏金璇的男人。当然，如果没有剑，你绝对不会是我的对手。赶紧滚下去！叶凌云，你母亲投敌叛国，如今让我大夏颜面尽失，你就是大夏的罪人。从这决定之后，希望勿忘初心。不愧是我岳赤皇的儿子，守护大夏的重任，我就交给你了。赤荒军，技艺寒星，全品茶，我以我血见轩辕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居然幻化出了轩辕剑！难道这小子才是真正得到轩辕剑认可的人啊？轩辕剑怎么可能认可一个赤荒余孽？这不合理啊！叶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叶哥哥，杀两鬼子，给爷爷报仇。叶凌云才是得到轩辕剑认可的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，叛贼岳赤皇的儿子，怎么可能得到轩辕剑的认可？应该得到轩辕剑的认可，我才是。原来是岳赤皇的儿子，怪不得能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看来你不过是个冒牌货罢了。有鬼子！可恶！伟大的永恒之王现在宣布，你已经获得了挑战永恒之王的资格。骑士们，睁大你们的双眼，下面你们的王将会击败大夏最强大的存在，之后我会亲自率领你们打平战神殿，彻底征服这片土地，一解去东方的劣等人。杀！亚瑟王，你的死期到。小子，你死在王者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蝼蚁！臭板娘怎么这么厉害？真正得到轩辕剑认可的人是叶凌云，可他是叛贼之后呀。
尊敬的大夏战神殿殿主，森源至尊，我输了，我愿意退出大夏，保证永不侵犯。叶哥哥一定要为我爷爷报仇！亚瑟王，从你踏入大夏的第一刻起，你的命就已经不是你的。尊敬的大夏战神殿殿主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当年赤黄军投敌的内幕吗？只要你能饶过我，我可以将此事和盘托出。这洋鬼子什么意思？难道当年赤黄军没有投敌叛国？亚瑟王，赤黄军投敌叛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把它给我说清楚！齐玄，赤黄军投敌叛国乃是事实，你别听洋鬼子瞎说，他就想借机捅命啊！赤黄军的冤屈我自会调查，你还是安心上路。叶灵云，你挑起了国战，伟大的普罗帝国不会放过你的。三大战神会像当年杀掉赤黄战神一样杀了你。叶灵云，杀得好！叶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爷爷报仇。这就去死吧！叶凌云，你敢杀死亚瑟王，就无异于挑起两国战争。西方国力强大，到时候大夏生灵涂炭，你负责得起吗？这也太鲁莽。就是叶凌云，这不是将我们置于水火吗？叶凌云，这个叛贼之后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置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你就是大夏的罪人，还不快以死谢罪？闭嘴！叶凌云得到了轩辕剑的认可，还杀死了亚瑟王，维护了大夏尊严，功不可没，当为战神殿殿主。救星战将苏清雪参见大夏战神殿殿主。我才是战神殿殿主，本殿主命令你们，你不准跪！区战神殿殿主，当与不当，丝毫不会影响我为赤黄军洗刷冤屈，还这天下一片朗朗乾坤。向南小北，我们走。叶凌云，若赤黄军真是冤枉的，那只有坐上战神殿殿主之位，才能够为他们洗刷冤屈啊！个臭摆摊的，有什么可高傲的？清雪，我才是战神殿殿主，我们是不是接着举行登位仪式啊？秦之豪，你有什么资格成为战神殿殿主？你好，苏清雪，我等着。来人，参见大人。将殿主令牌取来。是。慢着，另外发放最高规格的阵亡抚恤金给魏13的家人。是。凌云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只希望以后能够跟在你的身边，弥补对你的亏欠。志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爸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叶凌云那个混蛋在轩辕大典上出尽了风头，先后斩杀了宫本剑人，还有亚瑟王。什么？他有这么大本事？可不是嘛，说不定啊，他现在正想着怎么为赤黄军翻案。当年我泄露军机，若是让人查出来，秦家恐怕遭受灭门之祸。就凭他一个小小的摊贩，还想翻案，可笑！来人，帮我请林先生。林先生，还不成是林虎吗？爸，林虎可是宫本剑人的徒弟，你难道想和岛国人合作？没错。爸，你疯了！这个是投敌叛国，是要被人处断脊梁骨的。我若入关，自有大儒为我辩经。志豪，成王败寇，自古以来就是这，只要夺得了天下，他赤黄军便是叛贼。爸，可是什么？你就不想把叶凌云踩在脚下吗？好，爸，我听你的。有人，你们迟迟不肯见我，先生，我这不忙了一天刚回来吗？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您请坐。我师父惨死在大夏，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你们必须帮助我杀了叶凌云。宫本家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我们正想着为宫本先生报仇呢。
有什么计划？说来听听。我们想的是先拿下战神殿，3大战神灭杀叶凌云，如此一来，便可以夺得整个大夏。3大战神为什么会帮助你们秦家夺取大夏？家事成之后，愿意拿出30座城作为大戏。好，我这就回去禀告宫本家族。连云，我来吧。坏女人，就是因为你和那个姓秦的，我爷爷才会死的。你没有资格碰我爷爷的骨灰。好了，江南小北，我送你回老家海城，安葬你。连云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，我绝对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听见你爸在叫我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我爸他已经死了呀。孩子，不哭。战神殿既然给你爸发放了抚恤金，那就证明赤黄军是冤枉的。你爸、你哥、你嫂子，他们都是大英雄，他们为国而战，他们死得其所。妈，不是的，我都知道。只是苦了小北和小兰，从小都没有父母，现在连爷爷也没了。妈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以后是个3长2短，我们小南小北该怎么活妈？活不下去，那就趁早去死好了。不过你死之前别把撬门的撬。胡彪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要债呀！我说这2个叛贼家属不会忘了，还欠我们3万块钱吧？啊！胡彪，当初我们借了3万，已经还了6万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彪哥，好像是还了，不过却晚还了1天。听到没？晚了1天。丫头，你别忘了当初借款协议上是怎么写的吗？只要晚1天，本金和利息加倍。现在你们还欠我们3万块钱。借3万还9万，你们怎么不去想啊？这就是你的不对啊！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怎么，你想不认账啊？哎，真想不认账？还钱！还钱！你们，妈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妈没事。彪哥，这协议我们认，可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没钱，能不能看在我家老头子、我儿子、我儿媳妇战死的份上，您就饶了我们吧？嘿，一个赤黄军叛贼家属还有脸求饶？做什么梦啊！赤黄军不是叛贼，不是。赤黄军投敌叛国，人尽皆知。叛贼就是越墙抵赖。今天不还钱，咱就拆了你们这叛贼家属的狗窝。胡彪，你不就是想拆我们家房子吗？是啊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搬走。那哥今儿到上海，我们这2个叛贼家属能多厉害？还愣着干嘛？我动手拆房了！得了！我们给钱，我们给钱！看到没？这些叛贼家属精明的很，你要不给他点淹死瞧瞧，哼，他铁定不会给钱。哼，第2个你厉害啊！妈，这个是给我爸办丧事的钱，你不能给他呀！瑶瑶，你爸还没过头心，我不想让他找不到家。完了吧？那怎么才2万啊？还欠1万啊？还欠1万。彪哥，
我们现在真的是没钱了，您再宽限3天吧，能不能带我们把这丧事办完，我们立刻就凑钱。 3天，我不算了啊。那3天后你们要还我们6万块。哎，真好，真好！不要，你欺人太甚！你一个叛贼家属，我欺负你怎么了？彪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真的是没钱，你就算是把我老婆子活成骨头榨干，我们也拿不出6万块钱呀！哎呀，俗话说，就想俏，一身性。哎，你女儿不错啊，很不错。你要是拿不出6万块钱，那就由你女儿来抵债吧。臭婊子，能让老子上了你这叛贼事，那是你的荣幸啊！住手！谁他妈使劲打我？小北、小南、姑姑、奶奶，奶奶，爷爷死了。孩子，不哭不哭，你爷爷是为国捐躯，他是大英雄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13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位先生，您是？姑姑，他就是叶哥哥。叶哥哥他可厉害了，他打败过小鬼子和亚瑟王。小白，刚才就是你用石子砸我，为什么欺负魏家人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何来欺负一说呀？我们是欠了他们3万，但我们已经还了6万，他要我们再还3万，他还要拆我们的房子，他还对我……魏瑶瑶，那你怎么不说你晚还了1天呢？再说了，我动你怎么了？就是一个叛军的家属，彪哥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。小子，别以为会点3脚猫功夫我就怕了。告诉你，赶紧滚蛋，否则怎样？否则老子就会打你。你打我！欺辱烈士家属，该打！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，以后不准再欺辱魏家，否则死！哼，烈士家属，搞屁！是皇军投敌叛国，整个大厦都知道。没错，他们就是叛军家属。你胡说，是皇军，不是叛贼。叶哥哥，快打死这些混蛋！打死我，小然，你最好现在就打死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就是知道彪哥背后的人是谁，那可是总督大人。总督大人马上就会来这里检查拆迁工作，到时候你就死定了。总督府，他们背后竟是总督府的人。哼，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今天你们都得死。该死的是你们！小北，闭嘴！小伙子，你赶紧逃吧，总督府你惹不起的。叶大哥，总督府孙虎飞在海城之手这天，你就算再能打，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呀。这孙虎飞不来也就罢了，如若他来，我也让他跪下，问问他欺辱烈士家属到底是何居心。小子反天了，竟敢跟总督大人叫板，你死定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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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的胆子！今天倒要看看谁敢让本总督给他下跪！见过总督大人。
见了总督大人竟然不行礼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无需多礼了。本总督刚视察到这里，就听见你们这里吵吵闹闹的，所谓何事啊？对了，这里不是应该已经拆迁了吗？为什么还没拆？您不知道，我们本来今天是要拆，但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。您瞅瞅，这给我打的呀！他还踹了我屁股一脚，你瞅瞅我现在走路都不利索了。这哪是踹我的屁股，这是您的脸啊！混账！你怎么得说谁的脸和屁股了？总督大人，我一时失言，您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。总督大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放高利贷，还要对我施暴。叶大哥是见义勇为，他是好人啊。哼，好人就可以将我的人打成这个样子？我看分明就是刁民。哼，看来这总督也是个没良心的狗官。何止是刁民，总督大人，您不知道，这魏大可都是叛贼家属。我看这小子，我怀疑也是叛贼之后。我说你们这群人怎么如此的大胆？原来都是叛贼之后啊！来人，给我将他们全部拿下！给我将他们全部拿下！找死！总督府护卫都敢打，你死定了！死定了！孙总督，你胆敢造次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小子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，连本总督都敢威胁。尽管你这么厉害又能怎样？只要本总督一声令下，便可以派大军将你给抓起来。就是，你再厉害，能挡得住千军万马吗？总督大人，都是我们的错，跟这个小伙子没有关系的。叶大哥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不必惊慌，区区一个总督，带动不了。哼哼，小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战神殿殿主吗？我自然不是战神殿殿主，不过战神殿殿主，我触手可得。真是笑死我了！他说他能做战神殿殿主啊！叶哥哥杀过小鬼子和亚瑟王，他有资格做战神殿殿主。胡说八道！他要能做战神殿殿主，我还能当玉皇大帝呢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战神殿殿主！不要！是的，立刻通知总督府，让他们派大军过来，将此人给我拿下。是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小伙子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魏家害了你，我们魏家害了你。战神殿9星战将苏清玄到。海城总督孙虎飞见过9星战将，见过9星战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。战将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群人是赤黄叛军之后，他们居然拒绝拆迁，为政治准备找人打乱。不错，这小子还冒充战神殿殿主，叛贼，假冒战神殿殿主。不错，他不单冒充战神殿殿主，他还打我。战将大人，都是我们的错，跟他无关的。奶奶，你救他干什么？他再厉害，也不是战神殿殿主的对手。对呀，我还看到他朝叶哥哥下跪了呢。貌似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战将大人怎么可能会给这种垃圾下跪呢？战将大人，你要处罚就处罚我们吧，这件事与叶大哥无关，他只是见义勇为而已啊。胖子，你们还敢包庇这小子？对，
战将大人，这群叛军之后啊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，尤其是这个小子，他还敢冒充战神殿殿主，简直是罪不可恕。请战将大人下令，将这些叛军家属全部处死。妖言无主，不识真龙！殿主大人无礼！请求来迟，还请地主大人恕罪。你真的是战神殿殿主？战神殿殿主？我们说完了。战神殿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殿主饶命，饶命啊！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但你们偏不信。小北、小南，这位叶先生真的是战神殿的殿主吗？那当然了，他可是杀活了小鬼子和亚瑟王的人呢。求殿主大人为我们做主，求殿主大人为我们做主。客客请起，天下赤皇本就是一家人，你们是魏国的家人，自然是有叶灵云的家人。为魏家出头，我责无旁贷。殿主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军魂不可，烈属不可欺。孙虎卫，你身为总督，欺压良善，视为不仁。魏家满门忠烈，你肆意践踏，视为不义。如此不仁不义之辈，如今竟想凭借一句知错就求得原谅，你简直是痴心妄想！不是吧，殿主大人，我真的是知道错了。但是我今天确实是来巡查拆迁的，对这里头的事情一无所知啊。若是早知道您是战神殿殿主，您就是给我100个胆，我这也不敢冒犯您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不来，你们就要抓走战神殿殿主吗？不敢，绝对不敢。战将大人，只是没有任何的公告说赤皇军他不是叛贼，所以我这才……孙虎卫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狡辩？我看这总督的位置，你不必坐了。别，殿主大人，您别这样，我真的是无心的呀。孙虎飞，趁殿主大人还没有改变心意，还不快滚！否则你们小命不保。是，慢点滚，滚！多谢殿主大人为我们做主。赤皇军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您不必客气。说到底，还要感谢魏国。如果不是他，可能我就是我没有保护好魏国。孩子啊，我家老头子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，你不必太过伤心。若是血染沙场地，忠魂长存天地间。英雄不朽，青史永垂。跪！以百诸军，忠勇护国。200赤皇军魂，永垂不朽。300战死沙场的赤皇将士，英魂不灭。我苏清玄身为战神殿9星战将，偏听偏信，这才让忠勇将士受辱，让将士家属受欺。魏国，你在天有灵，请替清玄向赤皇将士说一声对不起。英魂含冤，血染真灵。我叶凌云在此立誓，便是刀山火海，龙潭虎穴，也要为赤皇军洗刷冤屈。愿诸君在9天之上，且听龙吟。爸妈，你们在天有灵，肯定也希望我为赤皇军洗刷冤屈的，对吧？虽没有证据证明赤皇军确实冤屈，但其中定有隐情。这段时间他受万人唾骂，而我还要和他退婚，所以他才会变得冷漠绝情。他心里一定很苦吧？
有事吗？店主大人，这是战神殿店主令牌。他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若是彻底想为赤黄军洗刷冤屈，您必须要成为战神殿店主，请收下令牌。还有事吗？战神殿计划为您举办登位大典，不知您何时返回战神殿？魏家既是老弱妇孺，我贸然离开还不放心。我准备过2日给魏国的后事安顿好。理应如此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有话快说。凌云，我们之间的婚事，儿女私情的事不在是没有想法。战神殿不是要举办登位大典吗？还不快回去！是店主。凌云，即便你永远不原谅我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弥补对你的亏欠。我已经控制住战神殿了，这林先生怎么还不来呀？两位可是在等我呀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林先生，3大战神怎么没来？3大战神是何等人？岂会轻易出现？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叶凌云？他手上可是有轩辕剑的。他有轩辕剑，难道我们就没有？这怎么还有一把？这并非是真正的轩辕剑，而是内蕴8岐大蛇之魂的8岐术。大蛇，岛国上古凶兽。不错。此剑乃是岛国战神宫本武艺的配件，可幻化成任何形状，其威力远超天皇剑10倍乃至数十倍。杀死一个叶凌云，绰绰有余。太好了！另外，据宫本武艺先生说，轩辕剑乃是众神之力所凝聚，只要大夏的百姓唾弃叶凌云，他就无法调动轩辕剑，到那时他必死无疑。他在轩辕大典上出尽了风头，这短时间内想要扭转舆论，恐怕难如登天呐。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，咱们也就没有合作的必要了。哎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哇，你快说呀！据我所知，叶凌云在海城和总督孙飞虎发生过冲突，我们以战神殿的名义发布公告，说叶凌云欺男霸女，然后再给他扣上一个叛贼之后的帽子。到时候他就成了过街老鼠。好啊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依我之见，2日之后便为秦少举办庆典，登上轩辕至尊之位。开门！非战神殿人员禁止入内。我是战神殿9星战将苏清玄，赶紧开门！苏清泉，你已经被逐出了战神殿，请速速离开。逐出战神殿？殿主未归，何人敢将我逐出战神殿？请速速离去，否则我们就乱讲。没想到叶家的叶凌云真的是叛徒。听说前天晚上赤黄军云恋叛乱，战神殿发生了大战，死了不少人，是秦少带人守卫战神殿呢。秦之豪，就凭你还妄想明日举办大典，登上轩辕至尊之位，实在是痴心妄想。孩子啊，多亏了你，我家老头子才风光下葬，我全家老小感激不尽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天下赤黄本是一家，咱们是家人，不必这样。我接个电话。店主，出大事了！秦家利用海城发生的事情抹黑诬陷，说你欺男霸女、强占房屋。秦之豪明日还将举行大典，登上至尊之位。知道了。大娘，京城有急事需要我处理，我就先走了，不多聊了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奶，我听到有人在电话里说，有人利用咱家的事抹黑叶哥哥。妈，此事因我们魏家而起，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好，我们赶紧去京城。走走，快！诸位，
今日召集大家前来，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。想必大家最近也听到不少风声，说战神殿最近发生了巨变，死了不少人。我想说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作乱的正是赤皇余孽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。对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幸亏本少及时发现，率人剿灭了赤皇余孽，还没有让赤皇余孽得逞。秦少守护战神殿，就是守护大夏。秦少功不可没呀！秦少大义，当为轩辕至尊。秦少大义，当为轩辕至尊。田先生，你竟能想到安插自潜，煽动民众情绪，高，果然是高。林先生谬散了，这不都为了我们的大计划吗？秦志豪，你这个小人，你有何资格登上轩辕至尊之位？又是这个女人，这苏清泉，这来这儿想搞什么鬼？清泉，今日可是本少登上轩辕至尊的大好日子，你可千万别惹事，否则别怪本少手下无情。你这个无耻小人，血洗战神殿不说，还想篡夺轩辕战神之位，简直痴心妄想！黄皇大夏只有一人能登上至尊之位，是你，是叶凌云。大家不要被这个小人给骗了！血洗战神殿，是说秦少守护战神殿吗？一派胡言！先不说叶凌云本就是反贼之后，就说他前2日在海城欺男霸女，强占他人房屋，他就没有资格做轩辕至尊。是啊，这件事都上新闻了，传得沸沸扬扬的。大夏确实只能成就1名轩辕至尊，但绝对不会是嚣张跋扈的叶凌云，而是守护战神殿、守卫大夏的我。你这个跳梁小丑，怕不是忘了，想要登上至尊之位，必须要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你的轩辕剑呢？拿出来，大家伙瞧瞧呀！是啊，要想成就轩辕至尊，那必得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这轩辕剑好像跟叶凌云离开了。我既然敢登上这轩辕至尊之位，自然已经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苏清玄，你且看好了，轩辕剑来！今日轩辕至尊登临大位，举世瞩目，现场却突然闯出一女子，质疑新任轩辕至尊。据了解，该女子为战神殿前任9星战将苏清玄。轩辕剑有灵，在本少剿灭赤皇余孽之后，已经自动认主了。诸位，秦少可是得到了轩辕剑的认可，秦少可是轩辕至尊啊！我等见过轩辕至尊，见过轩辕至尊。大夏还真是愚昧。林先生，您说的对，说的对。苏清玄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不可能，秦志豪，你的轩辕剑一定是假的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苏清玄如此能战？苏清玄，本尊念在你昔日为战神殿出生入死的份上，暂时可饶你一命。但若你再是胡搅蛮缠，休怪本尊手下无情。想给你一把假剑，就想登上至尊之位，简直痴心妄想！这不可能，不能是真的轩辕剑。林先生，8七射箭的威力如此强大，丝毫不弱于轩辕剑，那是自然。苏清玄，看清楚了，这个才是轩辕剑。苏清玄，莫要执迷不悟，否则至尊绝不会手下留情。这8旗蛇剑果然厉害。清玄，你不要再被叶凌云所蒙蔽了，他就是一个叛贼之后，怎么可能得到轩辕剑的认可？你起来先到一旁观礼，等我登上这轩辕至尊之位，双宿双飞，做一段神仙眷侣，岂不美哉啊？秦志豪，你这种人绝对不可能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苏清玄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志豪，成大事者岂能为情所困？当断不断，反为其乱。苏清玄，你别在这儿妖言惑众，诋毁至尊。请至尊出手，将苏清玄诛杀。请至尊出手，将苏清玄诛杀。清玄，你若现在回头，本尊可以饶你一命。秦志豪，邪不压正，我已经通知凌云，等他到了，定将击穿。苏清玄，事到如今，你竟然对他还念念不忘。好，那本尊就先杀了你，再杀了他，让你们在黄泉路上做一对鬼夫妻。
住手！叶凌云，叶凌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叶凌云这个时候怎么来了？秦长，杀了他！叶凌云身为叛贼之后，竟然敢在本尊的登位大典上动手。登位大典，你也配？当然，本尊已获得轩辕剑的认可。这把若是轩辕剑，我这把呢？啊！轩辕剑，又是一把轩辕剑！如此印象，难道叶凌云手中这把才是真的？怕他做甚？只要天下百姓不相信他，他就不能调动轩辕剑。叶凌云，你身为叛贼之后，真以为拿把假剑就能够糊弄众人？谁真谁假，你最清楚。本尊当然清楚，你那把是假的，你在海城欺男霸女，根本不配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正好，在海城欺男霸女是海城总督，你拼了一世，还想比一世不成？机会来了！好，我乃海城总督，我可以替秦少作证，秦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就是被欺负的那个人，大家看看，我都被打成什么样了，腿都断了呀！这也打太重了吧，下这么重的手。秦先生，我记得他伤的没有那么重，而且腿也没有断，是我叫人打断的。果然是成大事之人。我叫这个叶凌云，不光打断了胡彪一条腿，更是霸占了他的妻子，简直是坏事做尽。求至尊为我做主啊！苏护飞，不要！你们大家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，事情真相不是这样的。还能是什么样？你的意思难道是我们在这里欺负梁山不成？是啊，你们身上根本就没有伤。我看你们就是欺负老百姓。赤皇军投敌叛国，赤皇军之后欺压梁山，我看呐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吧。秦志豪，你为了污蔑我，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污蔑？何来污蔑啊？这就是事实。叶凌云，你身为叛贼赤皇之后，不为赤皇军赎罪，竟然还敢欺男霸女，欺压梁山。本尊今日便为这天下苍生除掉你这祸害。好啊，那就来呀！叶凌云，如今你受千夫所指，万人唾骂，根本无法调动轩辕剑，我看你如何应对。这大哥没有欺男霸女，他是被冤枉的。我是海城魏家人，我可以为叶大哥作证，他是被冤枉的。真相是他们放高利贷，还想强拆我们家的房子。叶大哥是见义勇为啊！到底该相信谁呀？是啊，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我呀，连老婆都跟这反贼之后一心呐！妙，真是妙！秦先生，我有点看不明白，这个女人怎么成了胡彪的老婆？林先生，再看一会儿您就明白。诸位，哎，史家事我本不想说，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脸面了。家的房子之所以被强占，就是因为我老婆被这反贼之后勾引了呀！胡彪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？魏瑶瑶，你还敢否认？难道本总督都不能给胡彪作证吗？你这叛贼之后实在是太可恶了！抢人家老婆，抢人家房子，还打断人家的腿，当真是说不做。求至尊，你为我做主啊！请至尊为下做主。叶凌云，失了民心，我看你要如何获得轩辕剑的认可，如何成为轩辕至尊。你错了，不是得到轩辕剑的认可才能成为轩辕至尊，而是要先成为轩辕至尊，才能得到轩辕剑的认可。叶凌云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轩辕剑乃是众生之力凝聚，想要得到轩辕剑的认可，必须得到众生之力，而这众生之力的来源正是天下百姓。如今民心向背，一目了然。别说你不是轩辕至尊，就算你是，你也不配跟本少斗。原来你故意抹黑店主，就是为了让凌云失去民心。秦少，你真的好阴险！对付叛贼之后，本少自然是要尽心竭力的。
如今本少距离这至尊之位仅有一步之遥，叶凌云，我看你如何跟本少斗。听着好，大夏只会成就1名轩辕之尊，只要你登上了至尊之位，受万民跪拜，你就会成为真正的至尊。儿子，不要跟他废话，速速登上至尊之位。天主，阻止他！秦志豪，你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就能登顶，但是你登顶之后会看到另一座大山，就是叶凌云还在胡说八道。好，我今日就登上这至尊之位，看看能不能发现这座更高的山。叶大哥，赶紧资助他！无妨，他马上就会灰头土脸留下。叶凌云，你输了。啊？难道秦少是轩辕至尊？是啊，否则为何不能坐上至尊之位？林先生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宫本武一先生说过，只要万民唾弃叶凌云，其他人就能登上至尊之位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不能登上这至尊之位？因为你根本不是轩辕至尊，叶大哥才是。怎么可能？他只获得了轩辕剑的认可，距离轩辕至尊还有108000里，他怎么可能是轩辕至尊？秦志豪，现在你承认我被轩辕剑认可了？刚才他好像说叶凌云真的得到了轩辕剑的认可。难道秦志豪手中的轩辕剑假的？志豪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秦志豪，你就是个蠢货！凌云，你这个叛贼之后想要成为轩辕至尊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秦志豪，想知道他是不是轩辕至尊，试一试便知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动手，杀了他！啊！你们这是狗急了跳墙！叶凌云为非作歹，欺压良善，本少今日便要替天行道，杀了你这恶贼！八岐蛇剑，八岐蛇剑，原来就是岛国传说中用八岐大蛇的魔魂炼制成的魔剑。没错。志豪，你身为大夏人，竟然为了篡夺轩辕至尊之位和岛国人合作，你根本不配为大夏人。岛国可是我们大夏国的最大的敌人，秦志豪怎么可以和岛国合作呢？我看他之前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叶凌云才是真正得到轩辕剑认可的人。我早就说过，叶大哥才是轩辕至尊，秦志豪就是个叛徒。这怎么会闹成这样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林先生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秦志豪，你个蠢货！多完美的一个计划呀，竟然让叶凌云就给搅黄了！秦志豪，你还想狡辩？你看看和你爸站在一起的人是谁？他分明是宫北剑人的弟子，轩辕大典上我们都见过他的，还真是那个卖国求荣的二鬼子。这秦家竟然与二鬼子勾结，来窃取大夏轩辕至尊之位，杀了叛徒！我不是叛徒！秦志豪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使用八岐西魔剑杀了叶凌云！只要你杀了他，岛国就会助你登上轩辕至尊之位。对，八岐西魔剑，叶凌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的妈呀！这什么怪物，这么吓人！陈大人，没事吧？还是小屁点无妙，八岐魔剑绝非寻常。无妨，轩辕剑下皆是蝼蚁。叶凌云，你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？你怕还是不知道，八岐心魔剑乃是八岐蛇剑最强一招，此招一出就能牵动心魔。普天之下，哪个习武之人没有心魔？只要能引动你的心魔，叶凌云，你必死无疑。叶凌云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猖狂！叶大哥，你要小心啊！这八岐蛇剑竟然能幻化出8条大蛇，这叶凌云不是他的对手吧？这灵虎说的不错，哪个习武之人没有心魔？这叶凌云恐怕悬了。没想到这八岐蛇剑居然如此威能，轩辕剑算什么东西？就算是轩辕至尊来了，我秦志豪也不会怕。你死期到了！
区区一把破剑就想杀我，只痴心妄想！你这叛贼之后，真以为是轩辕至尊？无以就是无以，永远不可能成为九天神龙。万一我就是你口中的九天神龙呢？我就屠了你这九天神龙！去小蛇妄想屠龙，玩笑！玩笑！怎么可能？我就知道叶大哥一定可以赢。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跑吧！完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李先生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八级射箭赛，你们还杀不了叶凌云！杨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知道是我在你心中种下欲望。店主，这轩辕剑，无妨，先处理了秦家父子再说。救援秦之豪，大夏的两个叛徒！叶凌云，叶少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这种事的，求你饶我一命。秦之豪，你伙同党国，窃取大夏轩辕至尊之位，还敢求饶？杀了叛徒！秦之豪，灭大夏，污蔑赤皇军，死有余辜。叶凌云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当年是谁出卖的赤皇军吗？赤皇军竟然真的是被冤枉的？难道我们都错怪赤皇军了？说，知道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是答应放了我。秦之豪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说出谁出卖了赤皇军，我可以饶你。说话算数，那是自然。你真说就是我吧？啊，秦之豪，你胆敢胡说八道！你自己做的事情，难道你还想抵赖吗？你这个小畜生，为了活命，敢胡说八道污蔑我！我当初就该把你淹死在马桶里啊！还打我！够了！凌云呐，我也是赤皇军的一员，赤皇军的军需都是我准备的，我怎么可能出卖赤皇军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为赤皇军洗刷冤屈啊！你可千万别听这个小子胡说八道！我没有胡说八道，当年就是他泄露了赤皇军的行军方案，这是他和岛国人的书信往来。九渊，这是你啊！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。人赃并获还敢狡辩？今日为3万赤皇军仇雪恨！叶凌云，我是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店主千万不能放过秦之豪！你们难道想食言吗？我今日不杀你，来人，把秦之豪押入大牢，择日一正典刑。是。叶凌云，你这个骗子，我做过也不会放过你！诸位，你们可看到了赤皇军投敌叛国一事，如今一清二楚，赤皇军不是叛贼，而是保家卫国的忠烈之士。没想到我们真的冤枉了赤皇军，我真该死！这段时间骂赤皇军这么多次。赤皇军忠心为国，我等却偏听偏信，让忠烈之士横受冤屈，我等有罪，请店主责罚。我等有罪，请至尊责罚。叶大哥，你终于为赤皇将士洗刷了冤屈。爸，
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转告那些冤死的赤黄军将士们。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为赤黄军洗刷冤屈了。店主忠心为国，且得到轩辕剑的认可，当为至尊，请店主登上轩辕至尊之位。请店主登上轩辕至尊之位，请店主登上轩辕至尊之位。凌云，凌云，凌云，八岐蛇剑能够引起心魔，凶险异常，我必须闭关将其破除。苏清玄，本尊闭关期间，战神殿所有事务交由你代管。凌云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。铁浮屠，北邙大军聚集完毕。当然，我北邙20万大军已经整戈待旦。对了，宫本武一呢？岛国20万大军聚集完毕，就等你北邙大军了。阿瑞斯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轩辕至尊举世无敌，如果八岐蛇剑不能勾动他的心魔，那我们3个就只能是去送死。这个宫本武一，关键时刻竟然掉链子，这让我们如何征服大夏？铁浮屠，未免还小瞧我宫本武一了。我已经接到了消息，叶凌云已经被心魔所困，闭关修炼了。太好了！此话当真，千真万确。叶凌云当众一恼，会是黑气缭绕，许多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很好，等我们入侵战神殿，将叶凌云灭杀，大夏就是我们的了。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消息？凌云不会出事吧？清玄姐，秦志豪已经押赴战神殿门口了，就等你监斩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秦志豪，你身为大夏子民，污蔑赤黄军，勾结岛国，妄图篡夺至尊之位，你可是罪人。雪山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饶我一命，你饶我一命吧！你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今日若不杀你，怎对得起天下苍生？杀了那叛贼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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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了秦志豪，你今日之所以跪在这儿，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背叛了大夏，背叛了赤黄军，又背叛了你自己。正是你的野心和贪婪，将你推上这条不归路。本战将今日斩杀这叛国之徒，愿天下人以你为戒，勿忘至尊之恩，勿负赤黄之意，共守家园，共赴国难。急报！急报！北疆急报，北邙和岛国昨夜突然发兵进犯北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今至尊闭关，战神殿空虚，这下完了。大夏完了，我们大夏完了！清水姐，赶紧杀了这个叛国之徒！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瑶瑶，速去密室通知至尊。好。速集结战神殿所有将士，共赴北疆迎敌。是。轩轩，岛国和北邙2国联军至少几十万人，你以为就凭你自己能对付了他们吗？是不是对手？试试才知道。赤黄战神能做到的，我苏清玄一样可以。笑话！赤黄战神身经百战，都不是北邙和岛国的对手，你凭什么？更何况赤黄军现在已经全军覆没，此战大夏毫无胜算。秦志豪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大夏还有轩辕至尊。有轩辕至尊，我们就有希望了。就是，别说2国联军，就算是10国联军，都不是至尊对手。轩辕至尊，叶凌云现在早已被心魔所困，还没有等到他出关，大军就已经踏平大夏了。秦志豪，
你找死！说得好，只是不用动大姐逼连成神，今日我就能大平大下战神殿。少主，一定要为赤皇军洗刷冤屈啊！叶凌云，我要跟你退婚！儿子，勿忘初心呐！叶大哥，你怎么还不出关？还不出关啊？宫本先生，宫本先生救我呀！谢谢宫本先生。道国战神，宫本武一，小娃娃，想不到啊，竟然还认得我！你杀了赤皇战神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杀我，你还不够格。小娃娃，我看你还有些身手，倒不如臣服于我，我带领你大平大下，如何？想让我臣服于岛国，你们痴心妄想！苏清泉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今大夏岌岌可危，宫本先生抬脚之间便可灭了战神殿，防卫的于中会害自己丢了性命。身为大夏将士，我苏清玄又何惧于死呢？不行，必须要拖延时间，为凌云争取突破心魔的时间。哦，既然你想死，那就不要怪我拉手随滑。哼！这小鬼子也太厉害了，将将大人竟然不是一合之敌。要是至尊在就好了，他肯定能斩杀这小鬼子。至尊之下，战神无敌。苏清玄不是我的对手。什么狗屁至尊？宫本先生，您才是天下第一呀！宫本武一，就凭你还想称天下无敌？至尊一出，尔等魑魅会瞬间灰飞烟灭。凌云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用生命来为你争取时间。苏清玄，你放肆！宫本先生，您千万不要生气，我这就过去劝劝他，让他臣服于你。清玄，大夏已经完了，战神殿也完了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赶紧臣服宫本先生，我会为你求情的。为我求情啊！只要你臣服宫本先生，让他饶你一命，如何？秦志豪，你身为大夏子民，竟然臣服于岛国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清玄，你是在找死！身为大夏将士，又何惧于死呢？好一个铁骨铮铮的大夏将士！今日我要让你像岳赤皇一样命丧当场！敢在战神殿前屠杀我大夏将士，宫本武一，可问过我岳赤皇了？烽火山一别，真是久违了。岳赤皇，你竟然没死！赤皇战神，赤皇战神没死！我们大夏有救了！大夏有救了！战神大人，真的是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凌云他，别担心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岳赤皇，你想到真的没死？还没灭掉北莽和岛国，岳赤皇怎死得死？岳赤皇，恐怕还不知道，我岛国和北莽联军早已势如破竹，昨日攻下整个大夏。就算你没死，又能如何？用一己之力，如何力挽狂澜？仅凭赤皇一人固然不行，但如果加上赤皇军呢？谢伯伯，你我当然没有。宫本武一，你不会以为30万联军就可以攻破大夏？不妨告诉他们，还没走出北疆，就已经被赤皇军全部歼灭。不可能！烽火山一战，赤皇军早已全军覆没。要不是做出赤皇军全军覆没的假象，又岂能群歼岛国和北莽联军？不如何收复失地，一统北疆，永绝后患。如今赤皇军已兵分2路，杀入北莽和岛国国都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北莽和岛国。岳赤皇，如此卑鄙，还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宫本先生，不愧是战神大人，杀一个小鬼子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区区倭寇，怎么可能会是赤皇的对手？宫本武一，你处心积虑想要踏平我大夏，没想到今日却要葬身于战神殿前。岳赤皇，你击败了我，守住大夏吗？错了，大错特错！别忘了，和岛国联盟，还有北莽，此外还请了西方战神阿瑞斯。
如今连岛国和北莽国都被攻破，凭你们3个，就是没有一兵一卒，我们大夏会怕你。我们3人果然没有一兵一卒，我们3人联手可以杀了你。杀了你之后，重入战神殿，灭杀轩辕至尊。假以时日，西方派兵来援，我岛国和北莽联合复国。战神大人，如今凌云正在闭关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打扰呀。先杀了宫本武一。哦。岳赤皇想要杀宫本武一，可问过我铁浮屠了。瑞斯，铁浮屠，叶伯伯，这是西方战神和北莽战神。不错，看来要有麻烦了。又来个洋鬼子和北莽子。放心吧，有赤皇战神在，来100个都没用。你们这些经济之王，看好了，是西方战神阿里斯，北莽战神铁浮屠。北莽战神和西方战神，如果3大战神联手，恐怕赤皇战神也不是对手吧？岳赤皇没想到，哪一日在烽火山下，竟然是你设下的圈套，真是杀得我们好苦。岳赤皇已灭我北莽，我铁浮屠今日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烽火山一战，我只是假装示弱，你以为凭你们3个是我岳赤皇的对手？一定要为凌云争取闭关时间，只要能撑到凌云出关，胜利就属于大夏。岳赤皇，身为战神，你的实力比我们2人略高，但若我们3人联手，杀你一无反招。好啊，尽可以试试。来与你一战！那你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！战神大人，我叶大哥，我刚得到消息，赤皇战神没有死，赤皇军也没有死，赤皇战神正在和4大战士鏖战，您快点出关啊！他没死，赤皇军也没有死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是幻觉。战神大人，赤皇。放心，他们还杀不死我。战神大人，连赤皇战神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完了，我们大夏完了。岳赤皇，你终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烽火山下，我们能击败你，如今更是在华夏。岳赤皇，还不快下跪求饶，献出你大夏所有土地，说不定饶你一命。赤皇军只有站着死，没有跪着生。我岳赤皇还有一口气在，尔等宵小，休想染指大夏。说得好，身为大夏儿女，只有站着死，没有跪着生。赤皇，你不要如此强硬，想和他们周旋，等凌云出关，定会将他们斩杀。想拖延时间，叶凌云出关，痴心妄想。小心！姐姐，姐姐。清雪，就凭你还想为叶凌云争取时间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今天岳赤皇和叶凌云我杀定了。孩子，你快回来呀！宫本武一想要动赤皇战士和叶凌云，先攻我这关。清雪，你疯了！你这样会死的！为了叶家，你值得吗？那个大夏的罪人有什么资格说话？为大夏而死，能为至尊而死，我死得其所。就去死吧！凌云，你怎么还不出关？未来的老婆就快没命了！清雪，好孩子，你是大夏最勇敢的将士。原本以为一场恶战，没想到竟然这么轻松。早知道征服大夏如此简单，我们早该杀到战神殿，宰了这群没用的大夏人。赤皇，怎么办？放心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大夏的子民们，轩辕至尊被奸邪所害，困于心魔。如今我等只有以鲜血为引，献出众生之力，能将至尊解除心魔。岳赤皇以鲜血为引，请至尊出关。我等以鲜血为引，请至尊出关，扫除非议。我等以鲜血为引，请至尊出关，扫平非议。这无形之术能将心魔驱散。叶大哥，你怎么还不出关？还不出关啊？
叶大哥，赤皇战神撑不住了，清玄姐为了帮你争取出关时间，快被宫本打死了，您快点出关，快点出关啊！愚蠢的大夏人打不过我们，竟然开始祈福了。祈福若是有用的话，我们何必辛辛苦苦杀上门来？干脆回家烧香拜佛好了。当一个人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往往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，就比如现在。完了完了，大夏真的完了，苏清玄真的是蠢到家了。秦志豪，邪不压正，真正愚蠢的是你。事到如今，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大夏已经完了。我相信你会出关。出关恐怕现在早就被心魔吞噬，生死道消了。你们就笑吧，等凌云出关，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臭女人，先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无文无义，无葬身之地的是你。师尊，师尊，大夏有救了！大夏有救了！儿子，你出关了。清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凌云，终于等到你了。这个孩子总算是没有白吃，不然后悔一辈子。爸，再进行个。叶凌云，想不到你竟然能冲破八岐蛇阵的心魔。要不是刚才主持祈福，或许果真长八岐蛇剑的魔。什么？刚才的祈福就真的有用？这怎么可能？会这样？我大夏的人又岂是你们这些外族蛮夷能揣测的？就是外族蛮夷，不过是一臭嘴罢了。尔等死期将至。不愧是大夏的轩辕之尊，果然有气势。再有气势又能如何？今日我等联手，别说他是轩辕至尊，就算是玉皇大帝，我也要拆了他的天庭。说得对，都说至尊不出，暂先不定。我倒要看看三大战神联手到底能不能杀了你们这个轩辕之尊。萤火之光也敢皓月之火，可笑之极。这就是至尊的之力吗？在他面前，我感觉我就像一只蝼蚁。你招惹了我恐怖的存在。完了，打得好！愧是我们大夏的轩辕至尊，大夏永存。太好了，轩辕至尊天下无敌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尔等百年以来屡屡侵犯大夏，贼心不改，导致大夏生灵涂炭。今日我在这战神殿前斩杀尔等，告慰大夏阴魂。至尊大人，我们功不如一蛊惑才来到大夏的。如今凭亚索尔身亡，只要饶我一命，我愿意替你征服西方。没有你，依然可以征服西秦志豪，叶上，你饶我一命吧！你勾结外族，背叛大夏，让无数大夏英魂受辱而自由。叶伯伯，你救救我！你小时候还抱过我，叶伯伯。死在叛国之处，还好意思去坐牢？这是，你救救我！秦志豪，早在你背叛大夏的那一刻，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秦志豪，你该上路。杀得好！私奔叛国之徒，走开！是。皇皇大夏，浩气长存。我叶凌云在此立誓，要一击尚存，便永守大夏安宁。日月山河永在，大夏社稷永存。是吧？来，孩子，赶紧坐。咱们赤皇军亲如一家，你千万不要拘谨啊！吃点，你看你最近都瘦了。怎么了，洋洋？怎么不吃啊？可惜我爸没能看到叶大哥大杀四方、救大夏于将倾的样子，否则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
魏兄为国征战30载，他能死在擂台上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能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，想必他也很开心。洋洋，过几天把小宁、小北接过来，以后啊，这就是你们的家。谢谢叶大哥，叶叔叔，叶阿姨。吃，快吃吧。吃饭。你吃你的，我去看看。多吃点啊。清玄来了，你看看谁来了？清玄姐，跟你坐。你怎么来了？叶帅，战神大人，至尊，今日清玄来是向诸位请罪的。这孩子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是家宴，叫什么战神至尊的呀？赶紧坐，赶紧坐，来。清玄有罪，身为战神殿9星战将，偏听偏信，让赤皇军蒙受不白之冤，伤万千将士寒心，伤万千将士家属，饱受欺凌。清玄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再说，你不已经为阵亡将士立祠堂、发放抚恤金了吗？其实这件事别怪我跟赤皇，国主为了不下陷阱，将岛国和北莽一网打尽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通知战神殿。当初事出紧急，清玄，这个事情不怪你。是啊，来，快坐。以后你们成了亲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嘛。爸，我们退婚了。吴道，退什么退？我和你妈同意了吗？就是你都不知道，清玄当时为了给你拖延闭关时间，差点死在宫门武艺的脚下。别的事情不说，但就这一件事情，你就不能辜负他。可是我，你说你，就算你是轩辕至尊，那我也是轩辕至尊的老爹，我还管不了你。叶大哥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婚怎么能说退就退呢？赶紧让清玄坐下。快点。坐吧。哎呀，这才对嘛！呀，赶紧吃饭啊！马上明天咱们就准备婚礼，赶紧结婚。来，吃饭，都是家常菜啊，多吃点。